邊嘅朋友，你而家睇唔到我啊，正話你係咁不停咁叫我，我記得你㗎嚇。OK， 仲有你哋所有人，大家好，我係嚴老闆。嚴老闆啊，我知道你房冇黃沙入，唔使咁驚啊，企埋啲。我真係驚，係企埋啲，成日抬住把槍喺度啊嘛。今日冇帶，好大嘅。嗱，我知你房冇黃沙入邊就聾咗啊，要靠讀唇語。讀唇係啊。係啦，先知道人哋講啲乜嘢，啲咩意思啦。係啊。其實你估下，我跟住落嚟講呢句係咩意思咧？你想試試我咁係咪？試你啊。OK， 我哋使唔使有一個距離咁啊？好啊，好啊。OK， 試下你。好啊。我估下，即係你嘅意思咧，就話嚟緊下個禮拜咧，呢度嘅《火舞黃沙》咧就係結局篇。哇！你要我做個預告咁係咪啊？係啊，我哋結局篇喎，下集我知道嚴老闆嘅老爹又翻上嚴家寶啦。係啦。個劇情會發展成點咧？其實咧結局咧。我希望大家睇咯。如果我講咗出嚟，我冇睇㗎。我喺香港都係我唔會講任何結局俾大家聽。OK， 自己睇。自己睇，但係劇情會峰迴路轉啊，會引人會緊張咯。其實我最中意嘅咧就係我諗大家都未睇到嘅咧，就係有一場戲咧，我同蔡少芬俾馬賊追殺嗰隻追。嗰一段時間，即係嗰一落戲啊，嗰一段戲咧，我自己係最中意，係最感人。而嚴老闆亦都喺嗰場戲第一次流淚。第一次流淚。大家一定要記住睇，繼續落嚟嘅《火舞黃沙》喎。原來嚴老闆都係一個好深情嘅男人嚟嘅。係啊。咁除咗呢一段劇情之外咧，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，你覺得喺戲裏邊同邊位對手最合拍，或者有冇啲特別得意嘅事情發生過咧？拍戲嘅時候，我同所有嘅靚女都合拍嘅，例如黎姿咧、蔡少芬咧，都好合拍嘅。咁黎姿啊成日俾嘢我食嘅，咁蔡少芬咧成日請我食飯，咁我成日即係去到嗰度拍戲咧，根本就唔使嘥錢，唔使花任何分錢就有嘢食。喂，艷福無邊轉，仲有咁多嘢食啊！係啦。高爺，我知道除咗參演過好多電視劇之外啦，喺呢個大長今熱潮之下，亦都主持過幾個韓國嘅旅遊節目嘅喎，好似大長今細雪啊，同埋美美到韓風啊等等。係。你應該對韓國好熟悉喎。少少咁啦。咁你自己中意邊個韓國藝人？例如宋慧喬啦。池珍熙啦、金喜善啦，仲有嗰個大長今啦、李英愛啊，歌手方面咧，我中意 Rain 啦、Seven 啦，我中意。咁翡翠活動電視咧，即將推出嘅 TVB 韓劇台咧，裏面就會有晒正話嚴老闆講嘅所有偶像啦。呢個又係你知唔知咧？其實你正話講嗰個美美到韓風咧，將會喺 TVB 8頭先就會推出。唔知喎，我諗我一陣間要過去嗰個帳篷咧 ，TVBJ 嗰個帳篷咧，攞啲資料先得。咁其實你呢個節目啦，講嘅嘢係咩嚟嘅咧？哇，犀利咯！呢個又要埋個關子。又要埋個關子。你去攞資料你就知。又去攞資料啫。好啊，各位想睇嚴老闆煲兒嘅美美到韓風嘅觀眾嘅話，記住去我哋嘅攤位攞啲小冊子。煲兒啊，不如你同我哋講下《火舞黃沙》之後，你會唔會有新劇集或者有啲乜嘢娛樂嘅節目啊咁樣咧？《火舞黃沙》之後咧，我其實上嗰排喺香港咧拍咗一部，亦都係金枝玉葉《火舞黃沙》嘅班底，但係時裝戲叫做《刑事情報科》CIB。咁我諗好快你哋會睇到嘅。應該都會係 TVBJ 首發嗰個㗎啦。我知道你咁遠嚟到澳洲喎，你唔會淨係同我哋齋talk嘅嘛？唔會㗎，都會升嘅。升啦，升梗係升一啲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啦，例如係《金枝玉葉》嘅主題曲啦，例如係《火舞黃沙》嘅主題曲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大家都好熟悉啊。咁麻煩兩位休息一下。好，唔該晒。金枝玉葉，我諗大家都有睇係咪？大家記唔記得嗰個歌嚟唱？記得㗎，如果記得嘅，同我一齊唱啦。好，送俾大家兒女。好難。會醒，何況知這樣強忍。
何為愛？無非凄風苦雨間，流着血，紅着眼，就算多轉幾個彎，離人縱走醒宿最未散。尋常一句到頭來毫無樂趣，然而呼喊中空拉扯可是對，為何燒到猛火裏我都不介意伴隨，話我知這生醒了又再醉，問蒼天有幾多快活兒女，我戰鬥你的最大熱眼，沉下去沉於枕邊黑白間，是錯無力挽，讓愛主宰這瞬間。